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阿朱姨啦。哦，讲到煮食，我上内行。哦，阮囝甲阮孙吼若转来，上介意食我煮的好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就是煮食这个词。煮食汉字写作煮食，罗马字写作煮食。煮第二条，食第八条，煮食。食这个字吼有两个音，白话音读作食，除了煮食、散食的食，还有你是要来食饭无？煮好也是要叫几摆啊？的食嘛是读白话音，食是文音，像食品的食就是读文音。煮食就是甲青的菜、肉、鱼啊，看是用蒸的、煎的，还是用卤的，还是其他料理的方式，做成咱会当食的物件的意思。啊，今仔日阿朱姨就来甲大家吼绍介一寡咱较普遍会用到的料理方式。因为吼，阮录影无法度煮甲足青草，互大家看，危险啦！啊无吼，我平常时啊吼，凊彩煮嘛煮甲规倒。啊，咱吼即摆吼先简单教大家煮面会用的台语词。第一步，咱来先甲水兄互滚，兄就是兄滚水，兄菜的兄。来，第二步，把面放入去滚水内底，等伊熟。这个动作叫做沙，咱来讲沙面，也是沙水饺的沙，嘛是这字面沙好，好起来了后，第三步才把料放落去煮，煮到水滚就完成啊。兄水。沙面煮其他的料吼，这三个动作，华语拢会当讲煮，啊，不过吼台语就会分得真清楚。伫餐厅内底负责煮食的人吼，咱会叫伊总铺。台湾有一出电影叫做《总铺师》，电影内底吼咧讲的故事，就是甲咱台湾本岛煮食的文化有关系。复习煮食、兄水、沙面、总铺。今仔日咱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爱记哩哦，煮食的时爱注意，唔通去烫着哦。安尼，咱后摆再会啦。